哇塞，看看，看到吗？咦，这里有一块木板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富。大海已经退潮了，现在去赶海了，看看今天有什么海货去销。希望今天收获多一点。前面有很多阿姨在这里拔螺，去看看去，看看大巴有没有海螺，看看这个阿姨挖多少钱。哦，这种的蟹螺，这种蟹螺好像10块钱一斤。10块。来这里拔拔先，看看有没有。拔拔先。哟，没有。嗯，它又挤出来了。